在这里继续宣传一下，就是我的 EP 即将要出了，应该吧。然后呢，请大家去博客来网站可以预购，然后就会有我的签名，各种不同的签名跟各种不同的图画。对，接下来这首歌呢，是我一个很喜欢的华人女歌手叫蔡健雅她的歌。然后呢，这首歌我觉得是词跟曲都很棒的一首歌，这首歌叫《无底洞》。